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品言，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议会已经连续3年举办庆祝活动，今年邀请台南26位100岁人类来到现场，除了参叙及欣赏精彩的表演节目，还可以体验玩扭蛋、拿礼品。会中也安排切10层的蛋糕塔，让大家一起度过幸福热闹的重阳节。虽然一早就下起小雨，不过台南市26位100岁人瑞在家属陪同一一来到台南市议会，场面温馨热闹。其中年纪最长来自西港的109岁奶奶黄嫣，身体还很硬朗，一样开心出席，最受瞩目。因为109岁，今仔参与议会，感觉安那？今仔来议会，感觉安那？敢有欢喜？有啊，有啊。麻烦恁啦。你安倒来？我伫西港。西港哦。议会筹办99重阳敬老已经连续3年，每一年都准备很多表演节目和长辈同乐。根据了解，原本今年因为疫情得取消，后来决定要办，议会只花了8、9天就筹备完成。议长郭信良也认为是占长辈的福气。今仔是9月初9，99重阳节，足欢喜。阮台南市议会伫阮副议长甲所有议员热情来欢迎着将近要到30位的长者来到带着恁的子孙满堂来到议会这位所在，共同过着99重阳的好日子。阮所有议员足欢喜来沾沾你们的喜气，非常的谢谢你们到台南市议会。台南市议会已经连续3天来举办着敬老重阳节的活动。今仔日今年非常的曲折离奇，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一度要取消，但是10月初4疫情了有较转变以后，伫10月初5决定要办到今仔拄啊8天至9天的时间尔。阮议会所有的员工主管，伫8、9天内底就筹备了这届活动，希望当互咱大家更加欢喜。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为了祝福这群子孙满堂的老宝贝，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民政局、社会局以及各区区长陪同，也专程到场，亲切和家族拍照留念。会中市长强调，台南迈入超高龄社会，在议会的支持会持续来营造更好的环境和社会福利。光是从去年到今年，那今年台南市满100岁的人数总共有287位，那从去年到今年，刚刚满100岁的有121位，所以1年之间增加了121位100岁的，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欢喜尤其我说我们台南市187万人，满100岁的只有287位所以呢，平均1.5万人才一位100岁的，这个是非常万中选一，1.5万选一，非常不容易这种有足大的福报，会当长岁寿。我想你家除了祝福我们100岁人瑞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之外，我们台南市满65岁以上的长者，满65岁以上，我2019年刚上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7万5千人。现在已经31万8千人，短短3年增加4万人，所以呢，台南市也迈入超高龄社会。那超高龄社会就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一个好的环境，可以让我们好的长者能快快乐乐的生活，跟子孙在一起。今年议会筹办重阳敬老，也以趣味的扭蛋要让长辈一一来体验，而且扭蛋的礼品也在各庙宇和许多企业的赞助，包括每一位长辈手中的金手片，加总价值应超过100万。会中议长一一公开抽奖，欢喜过重阳，气氛相当热闹。记者郭恩吉、林根台南报道。高雄市政府配合中央振兴券规划，高雄开就赚活动，
加码推出高雄券及商圈夜市券，吸引全国各地民众消费落地高雄。因应首波效益超乎预期，市长陈其迈已允诺再加码10万份，同时也拟高雄券再加码对接8大券方案。首波振兴券对接高雄券及商圈夜市券的效益超乎预期。市长陈其迈表示，首波活动结束后，预定11月择定1周加码10万份，同时高雄券再加码对接8大券方案，请大家拭目以待。振兴券这5倍券的这个使用搭配我们的高雄券或者是夜市券，超乎我们的预期，我们有一点吓一跳是非常的火热但是我们会火上加油那在现在中央部会的这个8大券我们会用高雄券来对接请大家拭目以待那另外夜市券我们也会再加码，因为10万份3天一扫而空，全部都一下就发光。我们的经发局的同仁都这个忙翻了这整个休假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加码10万张。陈其迈再次提醒，高雄开就赚，抽好礼活动将在11月1日抽出首部最大奖特斯拉电动车，消费完赶快登录发票，提高中奖几率。11月1号我们会抽特斯拉所以还没有消费的那200块就可以把你的发票登记，就可以参加抽奖，要赶快不要说市长没跟大家讲，11月1号我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完的这个发票登录等等这个部分要赶快登录然后日抽、周抽、月抽，抽到你精神衰弱所以赶快把你只要把你的这个抽奖登录，你就有机会不管是 iPhone， 还有 PS5， 那另外还有电动机车，那更重要特斯拉连我都很想抽所以大家要赶快抽。市府期盼配合振兴券发放期程及各部会8大券加码助攻下，真正提升振兴经济，让消费落地高雄。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后疫情阶段，市府文化局再次推出成功系列创意商品“成功爆米花”，希望在延平郡王的加持下，跟着爆米花新花开。想要跟着活动再成功一波的民众，可以到台南古迹区进行采购。面对后疫情阶段，为迎接观光人潮，市府文化局再次邀请府城最强的代言人延平郡王郑成功，再次推出成功系列的创意商品。成功爆米花日前于延平郡王祠正式推出。我们这次特别提出了成功爆米花这样子的一个商品，让大家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的拥抱成功。那成功系列的商品过去已经有发展出成功洋芋片，有原味的口味，那也有芒果的口味，那也有大家喜欢的成功啤酒，也有原味的口味，也有女孩子很喜欢的荔枝口味。那这一次特别提出了成功爆米花是属于这个玉米口味的部分，那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这几年来，文化局搭配的这些知名的零食，那也邀请郑成功来代言。那其实背后我们想推的是我们的古迹文化的部分。在上市之前，市府依照古礼向延平郡王焚香祭拜，供桌上摆满成功系列的产品，有成功爆米花、成功啤酒等。配合2024府城建成400周年，也推出万流砥柱的纪念衫。诉说历史就是台南的强项，能够让许多过去的历史人物也好，建筑也好，能够让后代的人能够记得。我相信用文创的方式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这比死板的教条式这个宣导还要好。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也要把台南又是美食又有历史，就把美食跟历史结合在一起。这个文创这个成功爆米花，这是我们新的。另外一个，为了庆祝这个义载京城建完成145周年，所以我们特别把义载京城上的一个匾万流砥柱印在 T 恤上面，
能够让许多好朋友，这个万流砥柱应该是各方面都可以用啊，不管是所有的行业几乎都可以用。那像我们军方，它也可以成为国防的万流砥柱像我们工程单位也可以成为许多建筑物或公共工程的万流砥柱。像很多我们要勉励或是要期许一个人成为国家有用的人，那可以送他万流砥柱的 T 恤。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大家都可以用。因应下半年观光人潮，民众如果想要再成功一波，可以跟着成功爆米花的上市，在品尝时也能心花怒放。目前成功爆米花只限定台南古迹点独家贩卖，预计将掀起一波抢买的热潮。记者林根台南报道。疫情影响下，慈善团体们收到的捐赠也受到影响。而高雄市关怀流浪动物协会在今年也推出了2022年流浪动物月历的预购，未来也把义卖的收入转换为对流浪动物的帮助来做使用。一只只的可爱毛小孩对着镜头开心的示好。这里是高雄市关怀流浪动物协会，除了拯救流浪的毛小孩，前阵子更推出了明年的流浪动物月历预购。消息一出，马上引发网友们分享预购。我们今年推出了桌历，然后每年都有从我们的糖果屋救援海的孩子选一个 model， 然后今年因为大家投票很踊跃，所以荣获冠军的就是我们从那个台东，就今年的8月份在台东救援的一只，它叫做 Odobai， 大家也可以利用现在的5倍券来购买，然后我们就是3本免运费1000块，然后义卖所得就是要帮助狗狗的饲料费跟医疗费，还有所有的结扎费用。理事长表示，会将月历义卖的所得用来帮助协会里的毛小孩购买饲料以及医疗等用途，也欢迎民众使用5倍券来预购，或是捐赠给协会。每一份爱心都能够帮助到流浪的毛小孩们。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养狗，你就不要去养，因为你没有办法养狗，你到最后就是弃养。弃养就等于说我们要去救援，救援的过程中你要发挥的更多的医疗费，还有它饲养的费用。狗狗在外面也很可怜。如果你真的很爱狗，你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来帮助流浪狗，就帮助就像我们这样的团体。我们救援的孩子，他有的是缺手断脚，你可以去助养他，1个月500块。你可以用你的振兴券，就是5倍券去助养一个孩子，1个月500块，让他们有一口饭可以吃。流浪动物问题仍然严重，而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协会收到的捐赠与资源更是入不敷出。理事长期望民众可以踊跃参加月历义卖，预购萌宠桌历的同时，也帮助这群可爱的落难天使。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台南市为扩大偏乡公共运输的涵盖率，率先全国首创小黄公车预约式站牌机制，让没有公车路线的小村落也能叫得到车。而目前小黄公车预约式站牌也已经正式上线服务。为提升台南市偏乡交通的便利，市府这几年是积极推动小黄公车服务。除了原有11条路线以外，现在更将服务版图再度扩大，在龙崎区5个里增设了预约式站牌服务，让社区民众透过事先预约的方式就可以叫到车，让偏乡长辈的出入交通更加方便。非常好，方便。伊比这山区拢是老人。小黄公车也是方便，拢老人的居住，所以透过小黄公车提升偏乡的交通便利，而现在更是增设了预约式站牌，让原有的服务范围可以更加扩大。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预约站牌，但是对于我们山区的民众确实很重要，因为山区地广人稀，要叫小黄公车到底要在哪里而且能不能预约，怎么样做其实都很不方便。小黄公车已经比一般公车方便了，但是如果能够有点扩充到线，由线延伸到面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预约站牌就会离你家比较近，那你在家里打电话预约，那到那个站牌等小黄公车，对小黄公车也方便，不用到你家来，对你也方便，直接在站牌上直接就跟预约小黄公车。我觉得其实能够让偏远的民众也让较方便。坐公车较顺速。虽然是搭计程车，不过收费却是跟台南公车一样的标准，非常的优惠。
预约的方式是前一天的下午5点钟呢进线来预约，或者是利用我们大台南公车的 APP 来预约。那这个可以搭乘时间是隔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10点。那费用呢，就是跟我们大台南公车的费用是一样的。有基本里程28块的免费，另外是敬老卡、爱心卡就完全的免费搭乘。那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多多来利用。请揭晓！哇，咱免费的生日用头奖都是咱的预约站牌。市府目前已经在龙崎区设置5处预约式站牌，为偏乡长辈的交通带来更加便利。另外，若是乡亲对这项服务反应不错，交通局未来也会在其他区规划预约式站牌的服务。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前镇有一间锅贴店非常特别，招牌料理是全虾蒸饺，顾名思义就是将整只虾包进面皮里面。大气又热情的作风吸引了许多饕客一试成主顾，就算要现场等候也十分甘愿。除此之外，还有招牌锅贴也是顾客每来必点的招牌菜。你有吃过蒸饺里包进整只的鲜虾吗？位在前镇经营超过20年的锅贴店，最招牌的料理就是这道全虾蒸饺。老板周台德不惜成本，用最新鲜的食材手工制作，就是想让客人吃到食材的鲜味。我觉得做吃能够，这也算是一种服务人群的一个方式。既然吃的话，我们就是选定说在食材方面还有少添加佐料，让它的食材本身新鲜，能够发挥它的效用，让客人尝到新鲜的东西。你既然是要标榜是全虾蒸饺的话，相对的你要名副其实，一整只虾子进去。在色泽上，它整只虾子它可以呈现出来，给客人在视觉上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错，就会想要去尝它一下。桌上一道道料理看起来像是满汉全席，在花莲拜师学艺的老板周台德，因缘际会之下来到高雄开店，秉持把客人当家人的理念，与许多熟客都成为了好朋友。顾客也说就爱吃这一味，不但料实在，老板又亲切。把客人当家人啊，没配薄了，心态，你不要以站在利上来讲，不要以盈利来讲。那你把东西做好吃一点，做健康一点，人家吃到会觉得说，干那地厝的家物件两份，这个是我的初衷。也好食也料实在啦，佫服务亲切啦，逐摆我若来食啊，拢足欢喜的。我咧大细囡仔人来食，孙仔来食，买伊的水锅底啦、水饺啦、煎饼啦、锅底啦，伊的锅底很好食。手里擀着面皮，老板周台德边包着饺子边说：“没想到人生一头就栽进了面粉里，出不来了。用这间锅贴店养大2个孩子，做吃的虽然辛苦，但是心里也感到相当踏实。有机会来到前镇的民众，不妨来品尝看看老板的秋老菜。”记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道。左营眷村注入原民文化，高雄市原民会在建业新村设置打高原创基地，将眷村闲置馆舍改为北高雄原住民新据点，让族语推广老师进驻，规划线上直播族语课程以及文创产业论坛等，同时展出呜呜与外省先生的故事影像展。记录着部落女孩与外省士官踏入婚姻及适应不同文化的过程。打高原创基地坐落于左营区建业新村，是具备部落大学招生中心、族语推广办公室及文创产业交流中心。场馆第一个展览“母母与外省先生的故事”影像展，记载着1960年代台湾原住民族与汉族文化融合的经过，也记录着部落女孩与外省士官踏入婚姻及适应不同文化的过程。我们打高原创基地在10月8号的时候开幕，我们这些照片是以我们的祖母、阿嬷、母母们与外省籍的原汉通婚所拍摄下来、所记录下来的照片。这些照片呢，就是他们早期结婚的时候所拍摄的照片，像有的是在眷村拍摄的，像家里面拍摄的，也有在
眷村户外拍摄的，都是他们早期刚结婚的时候所拍摄下来的。打告原创基地是高雄市文化局向军方代管修缮后，交由高雄市原民会重新整理，并注入原住民文化元素，展现眷舍独特新风格，创造眷村以住代护新原味风貌。像我们这边有族语老师的办公室，还有这边会提供布大当报名的服务处，然后还有布大的教室也可能会在这边，然后也有直播间，就是之前疫情的关系，有可能上族语不太方便，都会用直播间来上课。还有一个族语教室，还有原博馆的商品的陈列。原民会表示，希望让复古的眷村多一处原住民族文化聚会所，欢迎民众踊跃参访，认识原民文化，体验多元文化特色。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今年为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周年，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从10月13号开始举办100年特展“乐为世界人”。透过展览，可以了解台湾文协成立的前后完整故事。欢迎民众从10月13号到2022年的7月24号，利用时间来到台史博物馆，探索100年前台湾不一样的思想风潮。位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台湾历史博物馆，因应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周年，特别举办“乐为世界人”台湾文化协会100年特展。展览中除了展出珍贵的历史文物以外，也设计趣味互动游戏跟民众互动，更特别打造模型飞机行高号，表达1920年代台湾头一位飞行前辈谢文达回来家乡的画面。从飞行角度表现作为社会运动左派思想对台湾社会的关怀，去回应时代跟社会的挑战。那他们在当时不管是在左翼跟右翼不同的立场所为台湾所提出来各种主张跟行动，到今天呢，仍然是我们共同思考台湾前途的重要的一些资源。那我们是怀抱了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情来纪念他们。那另外一方面呢，各位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个展里面，我们基本上是尝试凸显出在过去谈台湾文化协会比较少谈到的一些面向。那除了林献堂、蒋渭水、蔡北火这些大家熟知的人物之外，两位的策展人还有我们的同仁跟团队花了非常多力气，去发掘一些比较少被注意到的一些历史的面向，特别是左翼的社会运动的底层的女性的劳动者的这些声音跟身影。展场中可以看到一座特别的仿制时钟塔，此钟塔因为上面刻有世界语而在网络被拿出来讨论。经过协会人员寻觅后，在万华龙山寺被发现。经过查证，也证实钟塔是由当时台湾文化协会的理事所捐赠。我们这一次展览有一个很有趣，我也一直很想要让它好好表现的一个展品反而是一个仿制品，是一个时钟塔无意间发现了一张照片，就是龙山寺的工作人员拍了一张照片，他说很好奇上面那个字是什么，然后网友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说那个是世界语啊，然后我才知道也有这个时钟塔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就去查了之后，然后就听说在龙山寺，那就去龙山寺那里拜访，去万华龙山寺，那时候大概是3月的时候那实际去找的时候，问警卫啦，问什么其他什么很资深的当地资深的人也都不知道。那刚好透过一个角度，刚好眯到说里面好像有一个石塔，然后确实就是那个然后就请当地的顶龙山寺的工作人员协助那这个东西能够被找出来，我觉得意义重大，因为上面包括里面有文化协会的理事啦，他们作为一个商人，当地的一个商人在当地推动世界语。那除了自己做生意之外，也努力的为社会、为世界的这个改变在努力。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文物展场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伟大的艺术家黄土水所雕刻的高木有之铜像。高木有之当时曾担任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校长，也曾经向台湾文协组织提过弱点，并建议这个铜像在2014年透过彰化高中的努力下，而又回到台湾，并参与这次的展览。欢迎各位朋友在10月13到2022年的7月24号一起来了解台湾文化协会过去的历史。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刘品言，我们再会。